今天的新歌报道，我们要介绍的是，他是歌手也是演员黄文星推出了最新的音乐作品。这首歌以及歌的内容，我们就让他自己本人来介绍咯。欢迎黄文星。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文星。为大家介绍的是我这张全新的台语专辑《爱若是爱那西》里面的首播主打歌曲《丢告家》。那这首《丢告家》呢，其实它蛮特别，这一次用了8人的弦乐，然后也请了小幸运的作者就是 Jerry C 来跨刀帮忙，就是弹里面的吉他伴奏，然后这次也请了就是大牌的制作人，制作过阿令的这些天后的制作人尤正豪老师人来帮忙编曲制作这一首歌曲。那希望这首歌曲大家可以喜欢。台湾屏东县新园乡的人是，所以你嘛是咱在地呢，对吧？在地，屏东人，而且那个地方啊，新园最有名的是火锅。我也不知道，朋友每次约吃火锅都是约去那边，是不是？羊肉火锅，对啊，就很有名啊，是不是？盖小鬼给啊我，还是你有吃过吗？有吃过，每一间都很好吃吗？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其实还是，而且我觉得好不好吃是要看个人口味。对，有的喜欢当咸，有的就喜欢清淡，对不对？对，说的也是哦。所以这种吃的哈，不管啊，反正呢，就像歌曲一样，有的人喜欢重口味的温酥，有的人喜欢爱的摩卡，就是轻轻的、甜甜的。对，好，所以呢，来介绍一下，这是你第几张专辑了？这是第4张专辑了，专辑名称叫做《爱若是爱那西》。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会觉得说，很多就听到说，这个专辑名称好特别，但是好像没有一个结尾，一个 ending 这样。那其实爱若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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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点，那个是要让大家去填充，自由发挥的地儿。对，然后像后面我的歌曲的一些曲目的名称，比如说大家就可以把它组成，就是爱若是丢告家，爱若是苏亮先刷，爱若是答案温书，自己去拼图就对了。对，自己去拼图，让大家有一个想象的。好可爱哦！对，难怪我觉得，专辑名称《爱若是》就感觉还没讲完呢。对，好像还没讲完。对，没错。意有所指啊，哈，是领略在个人了。对，没错。而且呢，在你这次专辑当中，第4张个人专辑还展现了你的才华呢，填的词呢。没错，就是修营的地儿吗？不啦，不是修营啦，就是觉得说，要参与一些创作歌曲。那我觉得创作其实也是蛮好玩的。那以前刚出道的时候菜鸟嘛，那其实也因为觉得说我不会乐器，那根本就无法跟创作就是有什么任何的交集，就不知道怎么编曲。后来就是前辈说没关系啊，他说你可以用录音的方式，说像他们自己也是一样，他们不会乐器，可是他们就是把当下的一些心情，可能看到某些风景、某些情境，他们会心中有一些旋律，你赶快用手机把它记录起来，然后可以跟编曲老师讨论啊，这也是可以的啊，这也是创作啊。就是 melody 出现的时候，你就把它哼哼唱录起来，对不对？像我里面这个就其中有。就是我开门见山的第一首歌曲，我喜欢登去东西，那个就是我在拍8点档一家人的时候最后一幕张振凯跟小秋离别的时候，我那一场最后一场杀青戏，我就突然有心中就有一种很不舍，然后就很缅怀这2个角色，就是我以一个观众的立场这样，反倒是不是我说我是在那个角色里面，对，演那个角色的那个情境，然后去看这2个角色，对这个2个角色很舍不得，是很怀念他们，然后当下就有一个心情，一种旋律就出现了，于是我就把手机拿起来，我就马上就哼那个副歌，我就一想到就是副歌，然后我就唱那我想要回去当时，会当亲像细汉时阵爱着阮的日子，爱阮是个说来又说去，幸福相随。就当下我就赶快把它录起来，那个旋律就出现了，然后就是那个我许被登起东西，就是真的很想要回到
当时的那个跟他踢足球，对，然后小时候背着他。然后谁来谁去的那种情境，那种画面，旋律出来了，然后感觉出来了，就有了这一首歌。我想要登去东西，没错。中午12:37，港都983。今天在快乐港都节目当中，我们专访的这一位啊，在2007年参加的选秀节目超偶，然后呢，2008年获得了第一届亚军的头衔，然后呢，接下来啊还演了偶像剧《我的亿万面包》，到了2010年呢。已经是影视歌3期全方位艺人。2010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天地》，2011年获得第22届金曲奖流行音乐类台语男歌手奖。所以呢，就是在戏剧、在音乐方面呢，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亮眼的金曲歌王黄文兴。Hello， 哇，讲你的前面背景要讲3分钟。都没时间访问。对啊，怕听众忘记了，要 review 一下。而且你知道吗？有一年呢，2013年的时候啊，我们的好姐妹呢揪团，第一次听到揪团看电影的，我们揪了12个去看《我不穷，我只是没钱》。真的吗？对呀，你演那个香蕉大王啊。哦，说真的，我还不知道。哎呦，很可爱耶！我到底在演什么？就是很辛苦的种香蕉，然后最后呢一场什么天灾就全都没了，有印象很深刻。你演香蕉大王，励志的文艺片这样，哎呦，很可爱。因为它是当地高雄旗山的一个在地的真实故事，对，然后去改编成电影的。那为什么我会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在演什么？为什么？对，为什么？因为每天都在干嘛？这个每天都熬夜吗？现在讲也没差啊，因为我们去到那边，你知道一开始是有剧本的嘛？对。然后剧本一开始还没去演的时候，有寄一些电子档，然后改版再改版，然后想说改了那么多版，那我到底是哪一版？到现场我再确认一下最新的版本，因为一定会有剧本嘛。对。于是到了现场之后，我说，导演你好，导演你好，好，自我介绍完之后说导演没有那个新的剧本，说没有，那个剧本都在我脑海里。好可爱哦！我说所以现在是，他说等一下我写一下剧本。啊，太好笑了！我心里就叉，你知道吗？哎呦，就是，你心脏也很强呢。没有，就是，哎呦，军长都已经进去那个。桃龙赛了呀，桃龙赛了，不提嘛，没起来，人都已经搬到旗山来住了。对，就是没办法了。好可爱哟！就每天就是基本上都是先去，然后先等导演写那个剧本。天哪，你们这演员，你们的大脑应该跟正常人的脑结构是不一样的，怎么可以马上拿到，马上呢就把剧本背起来，然后就马上拍？还好，他那时候那个电影里面的词不多，然后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在拍什么东西的原因，是因为他因为他一直跳拍啊，然后他突然跳到某个剧情，这个剧情连不起来，这个剧情真好像没有这个剧情了。说没有，那个灵感都在头脑里。我的，哎呀，我不穷，我只是没钱。对，很可爱。演那个戏，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印象很深刻，笑死了。可是那也是，不管你拍戏或者是拍电影，那都是人生难得的回忆，对不对？其实还蛮有趣的，现在想想还蛮有趣。可是当下就是应该6条线吧。好，那黄文兴推出了个人最新的专辑，第4张专辑，里面呢有10首歌哈。那这个唱片公司也很想知道说，到底听众朋友比较喜欢哪一首？可不可以呢？在我们的好事 APP 聊天室上面告诉我们一下，或者呢，你也可以到黄文兴的脸书粉丝团，对不对？没错，去留言一下，看你是喜欢我情愿我情愿，我想要登去东西，都讲那种听到哈，那个一开始的新歌推荐的告家，还有心碎的祝福，本书为你心痛，幸福的身边，爱的摩卡，无啥爱情歌，思念先刷，好，总共有10首歌，看你喜欢哪一首，让我们知道一下哦。好，那接下来为什么你要特别推荐《思念先刷》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曲也是一样跟一家人有关系，然后在最后几幕，郑恺跟小秋离别的时候，小秋对，就是郑恺挂了啦，躺在停尸间。
好可怕！郑恺的是你正常，其实这一档的8点档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也让我很怀念。是后面几场戏，我觉得编剧写的还蛮棒的，其实它很符合现在社会比较贴近人我们生活上的感觉，生离死别就是一定会遇到的。人是好好的，明天会怎样，其实很难去预料。那在那一场就是小秋对郑恺讲了一些很长的一段话，这样，然后里面所播的其中一首插曲，大家这首插曲真的非常有感觉，所以这首《思念成沙》要介绍给大家，这样。今天在节目当中专访黄文兴，那我们也同步呢在聊天室上做个票选让大家呢投票，你比较喜欢哪一首歌？那我也可以讲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我比较喜欢《爱的摩卡》，还有我剪完。是安尼讲吗？我情愿，对，我剪完，我剪完，吼，不对，我剪完，我就给他打一聊聊不好，我剪完，我情愿。其实这个我那个舒兰姐的笑声，这个没有，就是因为刚才的那个情绪还没到。你知道吗？他们都说，你们主持人啊，就是访问歌手的时候啊，然后呢，就是线上，我们这样是线上嘛，他们都同步听到。可是呢，当我们在播歌的时候，麦克风拉下来，他们更想要看我们到底都在聊什么。有什么？我跟你讲，刚才就是聊一个，反正香蕉片那个过程，就是在聊。更深入一点，对我们两个笑到喷泪，你知道吗？实在太有趣，因为我们有共同认识的朋友，然后我们就笑翻了。可是这个你知道，这个又不能播出去，这不能播出去。对呀，所以他绝对不能直播啊！他们说：“你脸书开直播，让我们看一下你们关了麦克风在聊什么。”这个讲出去，事情就大条，八卦。但是你可以知道黄文兴呢，他到底几月几号呢？几点几分会出现在哪里，然后会做什么活动，通通可以掌握，就是直接上。我的那个脸书 Facebook 还有我的 IG， 对，然后呢，名字呢，请不要打错，你不是插神题的哟。这个就是我刚才也有聊到这个，说，有一次，因为刚才有那个粉丝就上去打说，黄兴就唱歌很好听，这样。可是那个兴呢，就是兴是家和万事兴的兴，其实他打错是天上星星的星，对。然后看到这个，我就想到说，以前我们超偶出去签唱会的时候，就是。然后有一个阿嬷就看到我说：“你是那个黄兴对不？”我说：“对，阿嬷对了。啊，恁兜是不是在插神鱼？我讲啦，插神鱼是林中心啊，是林中心，不是黄文兴。对，这个心不是那个心，我赶快。其实大家都会有点混乱，很可爱。所以呢，是草头黄，文章的文，天上的星星的星，好，不是那个高兴的那个星，不一样哦，我们是插神鱼。一起唱《爱的摩卡》哦。好啦，那最后呢，就来听这一首我个人还蛮喜欢的《爱的摩卡》这首歌。那想了解更多黄文兴的资讯，通通上粉丝团，然后 Instagram、IG 也都可以查得到，对不对？对，没错。好，谢谢喽。谢谢。还有什么八卦要聊的？